歡迎來到熱那亞。熱那亞古港是這座城市最迷人、最受歡迎的地方之一。歷史與現代在這裏交匯，共同呈現獨特的海濱景觀。這裏曾是海上貿易的中心，如今經過重新規劃，成為集合散步、休閒和感受港口真實氛圍的空間。這裏匯聚了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景點，歐洲最大的水族館之一熱那亞水族館，以及講述航海歷史的海洋博物館。最引人注目的元素之一是大帆船，它帶領遊客回到偉大冒險和遠洋航線的時代。此外，船有建築師倫佐皮亞諾設計的生物圈，以及充滿活力的廣場、咖啡館、餐廳和活動空間。古港是一個的合隨時體驗的地方，大海是這裏永恆的主角，而熱那亞展現着它獨特的歷史與魅力。